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的人Podcast。我是主持人美玲，讲趣味的台语，做趣味的代志。搞怪囡仔故这个节目是由咱做工的人工作室制作。今仔日要讲的是咱白长公主第3集。王后派人要下杀手，公主危险啊！接落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咱紧甲听落去。王后派予白长公主的这个查甫人，是较早伊伫诈骗集团的时阵熟悉的一个黑社会大歹人。这道找伊来接的这个 case 真简单。你甲公主带入去树林内面，无人找到的所在，佮拄死，安尼就有3万。你是毋捌行情呢？这款 case 拢嘛是100万起跳。哈，遮贵？啊无50万？你到底是要找我杀人，还是要找我杀价啊？落尾，这条因超到99万，王后阁想要甲开6个月的票，毋过杀手惊伊的跳票，坚持干那要收现金。出发进前，就爱先立7成。白长公主甲这个杀手装的护卫，行入去树林内底。公主沿路哪行哪食，行无半点钟久，就甲2人份的便当食去啊！杀手看到伊的便当去互摔了，但不啊吞忍袂落，准备要甲伊藏起来倒飞出来。雄雄一支白苍苍的手伸入去伊的外套内底，甲迄支刀抢去，就看到白苍公主笑眯眯讲：“哇，这支刀真水呢，借我算一下。”杀手规个人戇神去，过3秒钟，才想到爱赶紧去甲刀抢转来，目一个前，煞看到公主甲刀举悬悬，欢喜甲伫遐哪笑哪跳舞。这款天真的囡仔性，互咱这个杀手先生啊，看一个煞去互迷去。过5秒钟，伊才雄雄回魂，目睭刻刻伫遐大力喊头。毋对，我的任务是要互死，爱较专心呢。我是普罗的。伊目睭踢开，满面杀气，煞发现，白长公主毋知走去佗啊！伊赶紧喊。公主，你伫倒位？想讲，敢会藏伫树仔丛内底？伊到附近的树仔丛，一丛一丛甲变看卖。这时，煞毋知去踢到啥，规个人跋倒。哎哟，疼甲要死！伊的骹去互撩一顺3寸长的空喙，血直直流。伊仔细甲看。竟然是迄支刀，互人插在树根顶头。哎呀，这个该死的白长公主，敢甲我创空！这阮组团的宝刀，凊彩甲我杀去算，佮乌白蛋害我受伤，气死人啊！白长公主即马人食饱饱。伫树林内踅来踅去，伊想讲，在厝里久遮久啊，第一个走到遮远的所在，真好耍呢。伫林内，伊看到较早毋捌看过的大只鸭，哇！看到花蛇亲像虎共款，黄的、乌的，一抓一抓，有够大只的虎头蜂，伊嘛是。哇！佮看到一尾蛇，头挺开，敢若饭匙的形，伊嘛是。哇！伊看到啥，拢感觉足神奇，根本就无注意到讲，原本对咧身躯边的迄个护卫早就无去啊。
伊拄则甲人的报道凊彩杀去算，佮乌白蛋，伊嘛甲放袂记。上憾的是，伊是为着啥代志出门的，嘛拢总袂记得。伊一直算到要暗仔，才想着讲：啊，我敢会走伤远？雄雄发现伊行毋知路啊。到即阵，伊才想着讲，要出门的时，王兄有派一个护卫陪伫伊身躯边。迄个人哪会走无去啊？吼，即箍哪会遮无入啊？啊，毋是要带我去食好料诶！公主甲手机仔摕出来，想要看一个网络地图，煞发现遮根本都无信号。伊甲手机仔举悬悬，遮比一个，遐比一个，天公较安怎办嘛无信号。哪会安尼啦？无网络，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救人哦！救人哦！白苍仔公主伫树林内底，安怎都找无路。过无偌久，天色就规个暗落来。伊行规工，实在有够忝。一个人伫遐强要哭出来。这时，伊看到面头前有一间大别庄，迄别庄阁有架游泳池。公主赶紧去弄门。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？弄几步久，煞拢无人应。伊为窗仔门甲看入去，内底暗迷蒙，看起来是无人伫咧。窗仔无锁，公主直接就甲爬入去。嗱，这个点咧，就四界看，无猜这厝起甲遮大间，无糖无盐，阁无电视，灶骹无米，嘛无点心，架仔顶的小雪破糊糊。红仔册煞剩迄第二集。白苍仔公主目睭眼着壁角遐有一卡大桶仔，内底拢是圆珠笔。迄圆珠笔吼，底甲甜甜甜。公主就凊彩杀一支起来看。圆珠笔的顶头有一粒爱心，迄爱心甲刺落，笔尾就会捅出来，就会当写字。白苍仔公主转举圆珠笔，在人壁顶乌白做。伊原本想要画一只猪，才画无2撇，就发现，这笔哪会遮歹写？佮换2支笔，逐支都足歹写。遮尔歹写的笔，因是安怎爱穿遮侪支？敢讲这笔若收集100支，就会当换限定版的便当？白苍仔公主哪伫遐乌白想，手哪震，厝诶什么物件拢甲懵懵看看咧。拄仔门一个啊一个甲拍开，总算是去互伊敲着2罐果子酱和3包熟胖。想讲规工就干那早起食迄2粒便当，真腹肚足枵诶。汤匙啊摕咧，果子酱就甲乌起来食，2罐一个啊就输了了，刷落来。迄熟胖一袋接一袋煎在嘴的，也无物件通配，愈食愈感觉无滋味。这个时阵，外面有几个乌影，连骹连手，秘伫外口偷看。因拢总有7个人，大家拢生甲矮呆呆，毋过汉草阁真好，武顿安尼。因秘伫外口讲：是安怎有7份人伫咱兜？佮凊彩杀咱的物件去食呢？伊一定是贼啊！恁甲看，伊皮肤够白，敢讲伊是白贼？白贼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原来这间别庄是因兜，因今仔日工课打做煞。拄到厝要食饭，煞发现厝里加一个青云人。因其中一个绕紧甲袂顾的，
暗管青云人也伫厝内，就要入去顾便所，想袂到锁匙插入去锁匙孔，却发现门去从胃内面锁起来。伊大声弄门：“你是啥？你是安怎伫阮兜内底，甲门锁起来？”内底迄个青云人煞颠倒甲问讲：“你做啥？主人无伫咧哦。”哈，你阁知影你毋是主人哦？白苍仔公主甲门拍开，因7个人随着撞入去，甲这个青云人围起来。有一个人看到桌顶迄食无了的俗胖，就问讲：“你是安怎甲阮的物件食甲剩安呢？迄是阮7个人按算要食2工的额呢？”哈，恁哪会食遐少？莫怪会生甲遮尔矮。饭爱加食寡，毋通紧食，知无？这寡人足气的，一直问讲：“你是啥？你是安怎伫阮壁顶画一只猪？”公主看到这几个人安尼歹唱唱，赶紧提出伊的绝招：喙齿吐一个，目睭捏一个，一支骹翘起来，佮比一个酒咪，然后自我小解，讲：“我是有180万变势的白苍仔公主，啾咪！”想袂到，围伫伊身躯边这几个矮仔当过，完全无互伊面子，应讲：“我无爱白苍仔，我较爱蒜头。蚵仔，盐水。”因竟然毋捌白苍仔公主，嘛毋知什么是酒咪，这招对因无效啦。公主佮问：“安尼，恁敢知影倒位有网络信号？”哈？迄是啥？这声白苍仔公主才知影，原来这个树篮内面根本就无网络信号。这寡人平常时嘛无咧看电视，才会毋捌伊这个网线。甚至因内底看起来上细汉的迄个，佮问讲：“伊讲的迄个粉丝是啥？”另外一个甲应讲：“因斗阵的啦，啊，因斗阵的有180万呢。”这7个人甲白苍仔公主围甲目睭睭，要走都走袂离。因佮摕伊食剩的俗胖，拄起伊面头前，问伊讲：“我就是要嘞，你讲啊！”公主一世人毋捌拄着这款办事，伊有淡薄仔惊。因一直在问讲：“我就是要嘞，你讲啊！你若毋讲话。”这时，白苍仔公主雄雄笑出来，伊即马才想到讲，这几个人遮尔兴食，安尼应该就好斗阵。伊为伊的落地啊，倾出7块麦仔饼，双手碰咧，互因一人捏一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哪会有一个人无分到饼？原来是最后一块饼，公主枵腮刚食去，无食到迄个地激去，走去边仔的洗性地。有食到饼的迄6个咧，麦仔饼吞落腹肚呢，毋捌食过好滋味，心内是欢喜佮好奇，自然就无佮再受气。若是讲到食的，大家拢足有趣味。无，我先来食宵夜。咱今仔日的节目就先讲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咱搞怪囡仔故白苍仔公主。这个故事是由咱做工仔人工作室制作，编剧嘉祥，演出美玲，音乐甲影片鸟豆，字幕甲校对阿金因翁。
今仔日的故事听了，若感觉有趣味，请甲阮起赞、注文、斗宣传哦。恁小小的鼓励，拢会互阮大大的动力。努力，再会。